节前，过节前，到北大门就是亚散路所住所在。伊是耶稣对死人中第一个活的，因住伫遐为着耶稣陪伴的下个。马大在事后，伊亚散路也是当道的一个。马利亚就摕一本过血气青的马达香油抹耶稣的脚，伊家己的头毛切伊的脚，香油的汤抹水，用一个小子要病伊，就是巴黎人马大讲啥事完全当用白文啊300算。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咱礼拜日通过来到伊的面前来学乐敬拜。迄个上帝实在是咱介大的瓦靠。伫即礼拜中间有侪事发生伫咱中的周围，还佫上帝用伊的圣手扶持咱，保守咱平安经过。但咱来吟传人圣诗是美妙主耶稣149首美调。美妙主耶稣，第2节的所在，青翠的草坡，树林的甘露，树林的甘露，春天美丽，树木草花，拢不及耶稣，拢不及耶稣。来，咱来吟第1节、第2节。338首，咱真实的诗歌，愿我话哪听你，我主基督。是当咱经历世间最艰难困苦，有主通做咱倚靠甲帮助的时阵，
咱的心内就要发出愿我为那听你我主祈祷。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。第4节的歌词随梦溃烂水烂，哦，注意，随梦溃烂水烂。好，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。我心
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领着知耶和华是上帝。吟诗信诗149首比调，信诗149首比调，美妙主耶稣，请起立。咱犹原徛立，因许多圣经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忍耐受苦，顶12架死，埋葬，落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搁未来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36篇，启应文第36篇，我来刻，大家来应。心内丧香的人啊，丧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伊的；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亲食土地；咬喙打心目伊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；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；深起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；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；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为着我，人遮论骂恁、屈动你、诽谤恁万项的歹，恁就有福气，着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里的保守是大。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也是安尼困着伊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在保守阮平安的来到你的圣殿中敬拜你。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互阮，真侪阮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帮助阮每一天拢有气力来行你所为阮安排的道路。互阮真侪兄弟姊妹的祝福，互阮的性命通荣耀你的名，一生倚靠你。
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学老圣歌队所要学老的诗歌是：我的主，我听你。主耶稣，你搭伫我学老；主耶稣，你搭伫我尊荣。你应听，包容我所做一切罪过。我知你是听，主耶稣，我要用心感谢主耶稣。
圣经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十二章第1节到第8节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1节到第8节。阮周报后面嘛有今日的经文。所以耶稣搬过这前6日，到必大尼，就是列撒罗所住的所在。伊是耶稣对4人中互伊搁活的，因就伫遐为着耶稣备办后下下顿。马大咧事后，列撒罗也是同道的一个。玛利亚就摕一捆结贵气的真的哪达香油，抹耶稣的骹。佮用家己的头毛拭伊的骹，香油的香满厝。有伊的学生一个要卖伊的，就是家己人犹大，讲啥事毋将即个膏油卖银仔300个，来互送乡人啊？伊安尼讲，毋是因为伊关心伫送乡人，是因为伊是贼，佮管钱地。偷摕所下的拿定，耶稣就讲出在伊将这个留地到我埋葬的日，因为常常有送乡人甲恁伫地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。讲道，请黄志梅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必大尼的香膏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听，互阮会当重新得到快乐。伫阮的生活日常的生活中间，有侪的苦难，总是伫主你的内面有平安。主，阮感谢你的保守，感谢你的看顾，也愿今仔日主你的话语进入阮的内心，互阮会当伫阮未来的日子，主会当定根伫你的话语的中间，哪来信心，哪来哪加天。愿咱的仰望祈祷都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中秋节的主日，当年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踮伫路边的遐个民众，就是手提中秋节。咱今仔日台顶的这个花嘛有改变啦吼。遐个民众就手拿中秋节，向耶稣喊讲：福山啊，福山啊！奉主的名来应当受尊重。众人是遐尼啊期待，遐尼啊欢喜，期待主耶稣来做因的王。总是只有主耶稣伊家己知影，这条路当伊进入耶路撒冷的时，这条路就是伊得要行十字架受难的开始。所以对今仔日中秋节主日开始，咱基督的教会就爱进入，就是开始进入受难周，要纪念、孝念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。伫约翰福音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，有人因为耶稣和列撒罗对死国外，就安排宴席要请耶稣食饭。食饭应该是大家拢足欢喜的代志。毋过因为耶稣和列撒罗对死国外这个成者，却互当时的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歹意愈来愈悬。对迄点，因就开始计谋设法要来杀害耶稣。也因为安尼，今仔日这段经文，伫约翰福音的安排，就是安排伫列撒罗对死国外以后，咱有看到，咱若转去看到经文的头前有写着，遐个法利赛人，遐个宗教领袖安怎开始图谋要来杀害耶稣。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伫表面上应该看起来是真欢喜、真热烈，为着要庆祝列撒罗对死国外的这个暗顿，其实无遐尼欢喜啦。其实本身遐大环境伊充满着侪紧张甲不安，不过是遐个温度无感觉，无想遐侪，总是耶稣知影。所以咱来
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3节，第1节到第3节，遮写讲，所以耶稣伫搬过节前6日到伯大尼，就是纳撒勒所住的所在。伊是耶稣对世人中互伊国外的，因就伫遐为着耶稣备办的园场。马大伫侍候，纳撒勒也是监督的一个。这时玛利亚就摕一捆极贵气真莲啊，搭香油抹耶稣的骹，佮用家己的头毛擦伊的骹，香油的香抹厝间。伫因地食饭的时阵，玛利亚摕了真多极贵气、纯度真悬的香油来抹耶稣的骹。佮用家己的头毛足长，因为足长的吼，佮用家己的头毛去切。即种纯度遐尼悬的香油，伊的价值，约略是当时一般工人一年的工钱。伫迄暗，抹伫耶稣身上骹的迄罐香油，伊的价值有一年一个人一年的工钱。玛利亚就竟然安尼摕去来抹耶稣的骹，袂输咱用一年的薪水买一罐咱即马讲做精油啦吼，现在市面上很多精油，袂输咱摕一年的薪水哦，一年的薪水去买一罐精油来抹家己的骹安尼啊，无怪吼，无怪犹太的即种反应。毋过，若是为着耶稣，为着基督的教会，咱也捌听过，侪伫教会建堂的过程的中间，有人甘愿奉献伊的土地，也甘愿奉献真多的金钱，为着建堂的需要。当然啊，摕一罐遐尼贵的香油来抹骹，和建堂即项代志实在是袂比的。坦白讲，抹骹。很建堂敢会比，同款的效益哦。所以，若犹太感觉真浪费，在场所有的人客，除了耶稣以外，也感觉实在有足浪费，有较浪费啦吼。一年的工钱，咱想讲，咱一年的经常费好啊，伫教会咱一年经常费，一年的经常费会当做足侪代志的，就安尼甲伊开废掉。就安尼找一个会友来啊，这一年的经常费哦，我买一罐精油吼，甲你抹骹安尼。请问同意的举手，赞成的举手。无正常的拢袂啦，因为耶稣讲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嘛。啊，若找一个人来甲伊抹骹，无人会赞成啦。实在讲袂过，所以耶稣也无甲伊指责。耶稣不过是甲伊提醒，第7节，耶稣甲伊提醒啥物咧？第7节，耶稣就讲出在伊啦，将即个留地到我埋葬的日，出在玛利亚去创，出在伊，将即个留地到我埋葬的日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即罐香油是玛利亚为着挂伫无偌久以后。我的安葬所备办的，因为耶稣佫讲，我无常常甲恁伫地，总是只有耶稣家己知影，伊得要死啊！总是无人知影耶稣得要死即项代志，所以耶稣的回答无人通理解，就连玛利亚其实伊嘛毋知影耶稣到底是咧讲倒一出。虽然耶稣无责备犹太，总是约翰福音对犹太的反应有做补充，也是伫即段经文内面第6节讲犹太伊是一个贼，伊管理钱地、管理公款，总是伊会偷摕所下的拿定。咱看即个字眼吼，就会想讲，哎，犹太这个监守自盗。吼，家己管公款的人，家己偷摕钱，总是现今侪的圣经学者有研究表示，无有证据啦吼，
我们现在讲说无罪推定嘛，无罪推定，你要论一个人有罪，你要拿出证据出来，不能只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或者是推敲，你一定要拿出证据。所以即卖侪圣经的学者研究，表示因为无有证据通证明犹大确实有偷摕钱，所以犹大摕伊所管理的钱的即句话的意思会当安怎来解释咧？会当解释讲，犹大定定因为财务的使用，伊和耶稣和其他的门徒有无共款的意见，因为安尼致到因无法度好好来运用遮的奉献，搁拍歹感情，无法度为主做干净，袂输咧偷摕主耶稣的荣光，就亲像伫伯大尼暗顿画香油的即个事件。耶稣讲：贼仔若来，就是爱偷、爱刣、爱别无毁坏。犹大对伫金钱的使用有伊的坚持，什么钱值得安尼开，什么钱无值得安尼开。总是伊的原则常常破坏同工彼此的关系，也偷摕耶稣的荣光。耶稣将犹大留踮伫身躯边，当然咱会当安尼想讲，犹大一直伫财务的管理的顶面有伊特别的温数。总耶稣也愿意也意爱，互所有的人有顶头生的机会。真可惜，犹大即位蒙恩的罪人，并无把握机会，伊无将家己眼中的柴苦来摕掉，煞一直咧注目别人眼中的刺。一边是耶稣看重的财务同工犹大，一边是耶稣所疼的玛利亚。一边是坚持家己的原则的犹大，一边是独独借着信心、借着伊的感动来奉献的玛利亚。无人无毋对，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也没有对错的问题。耶稣已经明白犹大伊的原则、伊的动机，耶稣也真看重玛利亚的服侍，总是只有耶稣知影。只有耶稣知影玛利亚即时是在做甚物，只有耶稣知影玛利亚即时所做的是在为家己的死来做准备的。对伫因的服侍，耶稣互因有自由，互因用家己的方式去做，就算讲因彼此无法度认同彼此所做的。前两个主席有讲到，进入21世纪，侪青年来离开教会，直到咱长老教会教室的发展产生真大的断层。咱先莫讲咱长老教会的宣教的策略是安怎，总是咱大先来看21世纪到现在已经21年过去啊，今年已经是2022年的，其实也过了快要就是一季都过去了。在过去，从进入21世纪这21年来，这21年规个大环境的改变，囡仔愈来愈少，这咱大家拢知影。这个囡仔阁有补习的问题，补习班的文化，10个囡仔有9个拢在补习，可能有9.5个拢伫咧补习。囡仔愈来愈少，阁加上这个补习的问题，所以呢，互囡仔愈来愈无法度到伫教会参与聚会。阁来，夫妻有共款信仰的比例哪来哪少？这个情形也致到这个囡仔原本伊就无啥物时间来教会啊。咱若夫妻的信仰若阁无共款的时阵，这个囡仔就会找空找芳。我嘛缀老爸，迄才是缀老母，我就毋免来教会。啊，阁有。进前，伊个牧师有讲到，离婚率遮尔悬，一个家庭遮尔破碎的囡仔，伊也无啥物资源啊，所以规个这21年来，社会人口、家庭结构的改变，直到将近有一个世代的家庭，就是现阶段。我们讲说，如果说从2000年开始，他如果是进入青少年的时期，如果他是13岁
13岁到15岁这个阶段，到伫现在21年过去啊，差不多是咱现在是35岁到55岁这个阶段的人。35岁到55岁这个阶段的人，伫现今的长老教会足少的，有够少的。这个阶段的人拢煞到华裔教会去啊，迄真是讲因拢无搁去教会啊。因为这个阶段的人通支持因的家庭的系统，遐尼啊衰微，因伫各方面拢承受真大压力。35岁到55岁，这个世代的人伫这个大环境的中间，咱教会会当互因什么咧？侪长老教会伫过去20年，并无好好调整家己，并无好好提供资源，诚做遮的人的支持。伫集体中间，一直有人亲像犹大，一直用家己的立场来甲遮的人来检讨，无想要了解，也无想要认同因的行做，亲像犹大对玛利亚安尼。咱想看觅咧，对遐的人无伫教会，因无啥物后台，因为我拄则讲的遐的囡仔有真多，我讲可能父母无共款信用。伊个家庭破碎，所以你到伫教会，伊无像阮有个人是有家族的，规家族拢是共款信用的，或者是父母有共款信用的，所以我们流失的青年很多都是属于这一种。今仔是咱搁留踮伫教会的青年，咱来看，因的父母拢比例很高啦，拢是共款信用的。拢是共款性，所以因才会当相对较徛会在。因为遮个青年伊无啥物通挖苦，一直厝里伫因无啥物资源通互因挖苦啊，总是当因来到教会，却孤单面对一间，互因完全感受袂到基督的疼，甲接纳的教会，因安怎阁要留落来？无人要留落来啦。我村里的人就甲我放杀啊，教会的人嘛无甲我接纳，一直甲我指指点点。长老教会迄个时代，就是35岁到55岁，这一大这个阶层的人离开的结果，就是咱现在若是建成，咱长老教会35岁到55岁这个阶段，照讲应该是相对成熟、稳定的一个阶段的人，实在是有够少的。规个教会就安尼，互无法度彼此相听，无法度彼此接纳的贼仔，将上帝阳光全部拢偷摕去。你若是无输做一个统计在座你若是35岁到55岁，莫讲虚岁10岁啦，你只要跟35岁到55岁中间沾到边的，请举手一下。你是35岁到55岁，请举手一下。几啊个人？无偌侪人啦，真正好，少放下。这个时代的这个阶段的人，若是有家庭的，伊阁要顾细汉的，阁要顾老的。他们也是三明治啊，那他们又是这么的有力可以服侍的人，所以因的压力实在是有够大。这就是过去我们概括承受对2021世纪以来，咱教会还阁算好哦。我们教会还可以举出大概将近10个人哦，有的教会一个都无啊。一个都无。20过去迄个世纪的方式，进入到21世纪已经失去效果，并毋是讲进前的方式无好，是已经无合伫时代的潮流。咱莫讲20年，10年前会做，10年以后也无见得有适合通做。特别是现在网络的时代来到。这10年，
FB 也好，LINE 也好，改变了我们多少的生活习惯。遐个青少年，遐个青年，伊有网络伫厝呢，哇，好耍嘞！伊何必我来教会来参与团契？伊毋免啊，正经迄个时代，迄个年代，大家会来教会是因为厝内无啥物好耍的嘛，大家做伙才有通耍嘛。啊，即摆毋是啊，个人伫个人的厝内就伊甲安尼偌欢喜咧，伊是安怎要来教会？所以，总是问题是安尼啦，问题就是还佫有到伫现在，还佫有侪人毋愿好好来面对遮个问题。一直在怀念，一直在笑念过去的做法甲因光，一直在用过去的经验来批评新的做法，就亲像犹大安尼。伫世代替换的这个中间，伫新的甲旧的做法充满冲突的中间，教会规个教会就充满论断，充满对立，充满不安。教会原本应该是充满基督香味的性命的组织，总是伫即个过程中充满香味的性命，一个一个煞来死去，互翕死，变做充满死亡的臭味。照顾玛利亚一位女性的角色，伫大家食饭的时阵，安尼披头散发，到伫耶稣的身边，甲伊抹油，实在是无解适当。特别是犹太人对男女的迄个界线真清楚、甲明显。可能在座有的是大感觉讲，啊，男女本来就男女授受不亲啊。过去20世纪都是这样教的嘛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男生女生吼。啊，若是无啥物意思的人，敢若袂使懵着还是安怎？即马无共款的呢。所以吼，即马有的少年人的迄个行为，甲咱可能若是来看，可能看足袂顺眼的，因为咱的环境，这是规个环境造成的。好，犹太人对男性甲女性彼此的互动有因的界线，袂当凊彩的。啊，玛利亚即马是咧创啥？玛利亚是咧创啥？披头散发，搁去抹耶稣的骹，用香油抹耶稣的骹。咱一开始就讲，这个暗顿其实是充满不安的气氛。只是搁玛利亚搁安尼做，伊搁做即种互人看起来遐尔啊无妥当的行为，然后犹大甲伊责备，搁来耶稣接煞甲犹大来回应。规个桌顶的菜色美娘已经失去滋味啊啦！咱想看觅咧，伫迄个暗顿，头前拢真澎湃，总是咧一人一句，迄看来看去，整个晚餐的气氛突然非常的凝重，整个空气冻结在那里，所有的人拢静静等待。听候，这个遐尔啊叮当的气氛，通得到化解。什么人进来讲一个什么话咧，让这种尴尬的气氛吼，可以稍微缓和一下啦。只有玛利亚，伊继续点用香油抹耶稣的骹。玛利亚绝对想袂到，伊用香油抹耶稣的骹，是为着6日了后耶稣的安葬来做准备。伊不过是回应耶稣的听定，伊所成就的超过伊所会当想象，当然也超过犹大伊所会当计算理解的一切。伯大尼的香油抹伫耶稣的身上，因为6日了后，耶稣爱背负众人的罪来受死。圣洁耶稣的肉身为着众人的罪所发出的臭味，已经大身，互这个伯大尼的香油来遮盖。伫迄个暗顿，所有人心中的计算，对彼此的论断甲不满，所流出迄一阵亲像死亡的臭味。伫迄时，也因为伯大尼的香油受到遮盖。
伯大尼的香油也看玛利亚，伊迄种无解适当的行为。伯大尼的香油也看犹大对玛利亚的论断。伯大尼的香油也看众人对玛利亚的不满。伯大尼的香油也看温度伫耶稣受难了后，因的逃走甲失败，也看因无法度替耶稣抹油的这个规限。无论咱是亲像犹大坚持家己的原则，无要接受其他任何的可能性，还是亲像玛利亚有单纯的信心，照家己的心意感动来服侍。耶稣拢意爱大家用家己的方式、家己所领受的来服侍伊。无论耶稣的回应是毋是有互犹大感觉满意，照讲，犹大就应该将伊放下啊。耶稣就已经出声，这个代志就到这为止，你可以放下了，你可以放下了。总是，咱看到犹大并无就安尼准算。耶稣的回应，互伊感觉真厌气、真失望。犹大的这个情绪一直伫伊的心内，一直伫放，一直伫放。迄个不满、赌气、伊的固执，当伊用阮遮的情绪一直伫伊的性命内底，一直伫放的时阵，撒旦就有机会进入伊的心啦。最后果然，撒旦将出卖耶稣的念头下伫犹大的心中。兄弟姊妹，伫教会服侍，咱难免会有意见无共、做法无共，因为咱拢有家己的立场甲角色。毋过，咱若是一直用阮家己陷落伫一种对立的关系，假使咱无法度彼此沟通，咱的生命就会开始发出亲像死亡的臭味。伫咱三甲同工的过程的中间，若是愈来愈看无顺眼，伫这个过程中，咱需要有人用伯大尼的香油来抹彼此的骹，是无条件的，也袂去计算有啥物回应，独是为着耶稣。就算讲是连一个连家己拢无法度学伫理解的情形，咱就应该独为着耶稣献上咱的香油，用咱对耶稣的疼来压看彼此的失错甲失败。咱的香油敢有准备好？正直送香人是咱平常时就应该尽的责任，亲像犹大的提醒，总是。当咱看到遐尼侪人需要主耶稣的医治，准备要服侍这世界侪心灵忧伤的人的时阵，咱是毋是就必须大心将家己的香油备办好势，通随时用香油去抹彼此生命的臭味，互咱的教会会当充满基督的香味。咱的主是最新事的主。是不断地创造的上帝，咱无需要一直在补过去偌尼啊阳光，咱也无需要一直在坚持过去的方式，咱就爱支持咱目前在做的同工，互因会当放心往头前来跑走。咱也着爱互相彼此，互相会当有试错的空间，对错误的中间来学习。对错误的中间来调整，牧师也同款，牧师也有判断错误的时阵，因为牧师嘛是人。总是咱着爱会记住，伫每一个世代，耶稣拢允准咱用新的，甚至是超过咱所想象的方式来服侍伊的教会。今仔日开始进入受难周。耶稣为咱即群罪人来死，伊愿意为着你来牺牲，为着我来牺牲。耶稣愿意为着疼伊的玛利亚来牺牲，也愿意为着伫信仰顶面受卖血的犹大来牺牲。
咱拢是罪人，咱的性命有时会因为咱的骄傲、自尊，甲无啥物理由的坚持，会发出亲像死亡的臭味。毋过主耶稣担当，伊愿意担当咱的罪过，伊疼世间人到安尼，伊愿意将咱人所有的罪的臭味，拢刷到伊的身上。只有耶稣的疼会当压砍一切罪过，也因为耶稣的疼，才互玛利亚有勇气、有信心，伫迄碟献上伊的香油，成就遐尼水的代志。必大年的香油是为着疼，为着要压砍众人的罪的臭味。当伫受难周，咱着做伙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反省，咱是毋是会当莫去看人的面色，愿意用必大年的香油来回应主耶稣的疼？咱是毋是会当莫去计算迄个代价？愿意用必大年的香油来压砍彼此的罪过，愿主耶稣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你疼世间人到安尼，愿意将你独一圣子耶稣赏赐予咱，搁死伫十字架顶，替赎咱众人的罪，互阮原本发出死亡臭味的性命，通发出基督的香味。愿阮为哪来哪疼你，将必大年的香油献予你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回应诗，信诗338首，信诗338首。愿我为哪疼你，我主基督，请起立。
坐。奉献，请书献的同工。请起立，手奉献诗。请坐。公道，请掀开周报来呀。教会意向，新传正信徒，万民改做诗。咱为着肢体咧调养的刘慧英、陈王兰、陈丽水、卢雪英、洪甘之、石玲玲、林旭苑、陈美芝、谢丽慧、刘慧忠、赖胜雄、陈秀龙、胡义梅、杜昭、林以洛、陈德明、陈义丽、萧辅元、吴慧英师母，以及复健的陈昭明、汪世军、张昭明、张美妹、洪千惠的父亲，以及季牧师张凯慧、史凯华，以及田园文子，以及在住院的陈金子以及昭泰牧师，以及第二点，愿公义怜悯的主在乌俄战争中彰显他的全能，卸除军事冲突，抚慰忧惧世上的人。第三点，为台湾全球疫情的相关政策，求主赐下医治，平安世人的心中。今麦咱同心来开声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继续为着阮的需要来向你祈祷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有恩典甲怜悯的神。到你的面前的人，
你总是袂放散。感谢你时常听阮的祈祷，平安你的美意成就伫阮的身躯。感谢乌罗你，最后阮嘛要用你教示的主祷文安尼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袂得带阮入地去，救你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：教会消息第1点，4月15号拜五暗时7点半，台北中区众教会在大稻埕举行耶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。那为了配合十连制，那请要参加的到1楼柜台登记。第2点，4月16号拜六下晡4点，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留意。第3点，后主日4月17号复活节赞美礼拜举行圣礼典。那请要受洗以及坚信礼的兄姐向牧师报名。那请主内弟兄姐妹预备心，与主同坐席。第4点，第1季应该第2季啊，4到6月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放在招待桌，请自由索取。第5点，4月19号礼拜2到4月21号礼拜4，第67届总会通常年议会在台南长隆女中召开。那义节牧师以及代义长老郑梅姐代表参加。第6点，110年年度奉献证明已经备妥，请到月献柜或者是公布栏自行拿取。那团契消息跟教界消息，以及奉献明细有错误的，请到1楼修正。上营，是这个。我今摆报告一个补充的，感谢主，陈金子姐妹已经出院了。那我们感谢主的看顾保守。上营信息512首，信息512首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交通甲扶持，互恁正大家会当哪来哪听主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密道避讳。